迄时耶稣甲伊的学生讲：人若爱缀我，着看无家己，也伊的十字架来缀我。即时，请咱起立，同心来学罗上帝圣诗第61首，圣诗61首。请坐。这时，请咱仰头同心来祈祷。圣在，圣在，圣在，愿荣光归予阮永远活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一切生命的源头。你有赏赐你的独生囝来到世间，互阮会当因为伊来得着我。愿荣光归主耶稣基督。你有显明救赎的道路，互阮会当借着你伫十字架顶的牺牲，甲国活来得着救赎，甲永远的活命。愿荣光归圣神上帝，因为你的感动，互阮会当有份伫基督的国活，我用主耶稣的疼充满伫阮逐人的心，互阮因为安尼生命得着饱足。愿一切荣光甲乌鲁拢归伫爸、囝、圣神三位一体上帝。阿爸爸上帝，今早起你所听的儿女，搁一摆来到圣殿敬拜你。阮要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领受你所赏赐一切的恩惠，搁有份伫你的圣工内面，伫阮所踮的逐所在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疼。阿爸爸上帝，阮也着伫你的面前来承认阮所犯的罪。主你知，阮的本性时常软正，受世界的引诱，无听调你的教示，照家己的私欲行歪错的路，搁袂记起你的恩典，常常伫你的面前埋怨你的赏赐无够额，阮该做的无去做，无应该做的常常伫做。阿爸爸上帝，阮实在是见笑，无法度徛伫你荣光的面前，你祈祷。总是爸上帝，你有应允，阮若肯伫你的面前悔改认罪，
承认阮的过犯，你就要用你的慈爱来接纳阮，搁一摆来撤销阮的罪，互阮会当伫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享受你所备办的一切。恳求圣神上帝即时就光照阮逐人的心内，互阮逐人伫你的面前诚心认阮家己的罪，互阮会当甲你和好，改换阮的心思意念，听你的声音，行你所指示的路。父上帝，今日是教会所定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主，阮要感谢你设立即间神学院，为着阮训练侪侪贫困的工人。伫逐所在，甲你同工，传福音，建立教会，牧养羊群。现在起，王院长来到阮的中间，要向阮传讲你的信息。求主帮助阮伫今日的信息中间，会当领受你的教示，照你的旨意去行。主，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侪侪人身躯病痛。求主你即时就行你医治的大权能来医治因，互因会当伫医生护士的帮助下面，身体得到恢复，互因有信心来倚靠你。祝阮的兄弟中间也有人的家庭得到亲人逝世，阮所敬听的兄弟离开阮，转到你遐，求主你亲身来撤去阮遮的亲人，因的遗族，因的目屎，安慰扶持因，互因会当伫你的内面得到你的激励，互知影讲阿爸爸上帝，你的听无离开因。祝阮安尼祈祷无够野，要照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三角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主听阮祈祷。请咱三甲来启用第31篇，启用第31篇伫圣诗后面第47页。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辜点伫黑暗。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担到永远。三甲过来吟诗乌鲁上帝圣诗第149首 A 调，圣诗第149首 A 调，请咱起立来吟。Yeah.
现在去圣歌队要带咱用主，互我做清气的心这首诗，带咱来学罗上帝。今早起，咱所要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书第16章13节到16节。现代中文译本伫28面，台语汉语本伫20面。请咱来摕圣经来献，三甲来看上帝的话。马太福音书第16章第13节。耶稣已经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界，问伊的学生讲：人咧讲恁主是治罪？因讲有诶讲是行洗礼的约翰，有诶讲是以利亚，阁有诶讲是耶利米，也是先知人的一个。伊就甲因讲：若是恁讲我是治罪，西门彼得因讲：你是基督，真活上帝的囝。愿上帝赏赐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现在起真欢喜，台南神学院王院长来到咱的中间，要来宣讲上帝的信息。伊今日所要讲的题目是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请咱恭敬来领受。
敬听的陈牧师牧师娘，咱的中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我要代表台南新学院搁一遍，甲咱大家说多谢。伫过去久久的时间支持新学教育无论是台神、南神，还是玉山新学院，特别咱的学校伫今年的1月伫教育部通过复审开始无偌久就让得到设校的许可这是一个新的条件。入班了后，无拄拄对新学教育是好，可能有好也有条件，总是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咱的学院就要有勇气去迎接这款的条件。咱真感谢双连教会为着帮助台南新学院的新学教育，特别伫去年有为着阮奉献一台电梯，阮正在咧设计，因为阮拢足旧的这个建筑物所以有要设计一台5楼的电梯。到时会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来这个电梯若起好，来做一个感恩礼拜，感谢上帝极大的这个恩典。咱今仔所读的圣经是耶稣伫该撒利亚腓立比来问学生讲：人讲我是一谁？有人讲你是行洗的约翰，有人讲你是以利亚，有人讲是耶利米。耶稣咱想无啥满意，因为咱做基督徒迄天开始，咱就要有基督徒的意识，就是耶稣是主。因为这个世界有真侪人要做咱的主人，有金钱要做咱的主人，统治者要做咱的主人，名声地位要做咱的主人，所以咱就要清楚做基督徒迄天开始，一个基督徒的意识，耶稣是我的主。咱知影咱做台湾人，无拄拄有台湾人的意识；做基督徒同款，无拄拄有基督徒的意识，就是信仰个别。耶稣是主，所以彼得就安尼应答：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真水的信仰个别。耶稣是主，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宰。总是咱咧读这段圣经，该撒利亚腓立比，值得咱去思考。这个所在伫加利利海东北边，差不多25里。犹太人讲约旦河的发源地就是伫遮，伊本来的名叫做 Penias。咱知影 Penias 就是纪念犹太人迄个希腊人所拜大自然的神 Pen。当时主前20年，罗马皇帝该撒将这块土地赏赐予大希律王，大希律王就伫遮起该撒的庙，改名叫做该撒利亚。主前6年，大希律王死了后，伊的土地分予3个囝，有一个囝叫做 Philip， 伊得到这个所在，佮甲伊征收，佮甲将家己的名佮甲伊藏入去，就变做咱今仔所读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咱咧读这个历史，知影这个腓立比死了后，尼罗皇帝佮将这块土地赐予希律安提别。希律安提别，佮将这个所在改名叫做 Nenonias。Nenonias 就是纪念尼罗王的这个恩典。所以你会当看到这个所在对 Penias、对该撒利亚、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到 Nenonias， 哈恁济王的中间，要来告别耶稣是主，真有意义的一个所在。咱咧看该撒利亚腓立比另外一个意思。该撒，咱咧看该撒就是罗马皇帝的名，咱知影上出名就是 Julius 凯撒。伊将家己，伊真大，将家己的名变做 July， 所以咱7月拢得来纪念伊。伊的继承者叫 Augustus， 伊嘛真伟大，伊将家己的名放做 August， 变做8月，咱大家人拢爱纪念伊。迄个 September 本来是7，入中文是7，然后变做9，October 是8，然后变做10。你看人类的历史，敢毋是统治者的历史？你看列丁美洲迄个哥伦比亚纪念哥伦布，迄个委内瑞拉西班牙语叫做迄个小威尼斯，阿根廷就是银的岛，原来印第安人的名拢袂记咧啦。
台湾敢毋是安尼？咱咧看恒春以前的名，原住民的名叫做人桥，因为清国来一个大官，看了讲天气袂歹，四季如春，就该叫做恒春，刚改名。咱咧看屏东，以前叫做阿猴，因为有真济猴。国民党来台湾了后，我徛伫高雄的半屏山咧看东平的阿猴，就刚改名叫屏东。咱咧看迄个高雄的丁青湖，以前叫做大鼻湖。蒋中正讲，这个大比哀吼，无好听，哪个通改名？咱的历史敢毋是统治者的历史？总是伫即个所在，个别耶稣是主，遐尼济王的所在，个别耶稣是主，真有意义。我咧读即个拿破仑的即个历史，伊讲一句话真好。伊讲伊会当征服的，就是外在看会到的土地。总是只有耶稣基督会当征服迄个看袂到的内心。该撒利亚菲律宾真有意思。过来，伊嘛是一个真有宗教信仰的所在。古早阿南人大的所在，因拜土地公巴力，捌伫遮起14间庙。即个所在。犹原是希腊人大自然的神片出世的所在，这是一个圣地。我咧看台湾，敢毋是安尼？人讲田头田尾土地公，台湾人拜真济大自然的神明。咧统计讲，台湾拜石头公的庙有4间，拜大树公的庙有9间。咱知影宜兰的天星公讲拜一只山鸟。东石的延山宫拜一只狗神，海有四海龙王，河有河神，风有风神爷，雷有雷公，电有闪电婆。伫该撒利亚菲律宾个别耶稣是主，伫无共款的宗教信仰的即个所在，个别耶稣是主，是真有意思。耶稣问学生讲：人讲我是几罪？有人讲你是惊死的约翰。咱知影惊死的约翰是一个先知，宣讲上帝国君用水来行火界的洗礼。总是惊死的约翰是真有道德勇气，伊接庇希律安提庇霸占家己兄弟的太太。这批评统治者的下场拢是真歹。站头，咱会记以前有一个省议员叫做白雅灿。选举的时，伊只有问，因为蒋中正死了后，伊问蒋经国讲：恁老爸死了后，财产分互你，你有报税无？就掠去关啊！我咧读即个也不变的玫瑰杨葵，日本时代参加台湾文学学会，起草台湾农民组合，伫日本人统治的时间，前后去学掠10遍，关45天。国民党来台湾，咱知影发生228事件了后，伫1949年1月，伊写一篇和平的宣言，去互判刑12年，关伫绿岛。80岁过身的时，一个潘龙里一个作家为伊写一副对联，我用中文来读。伊讲：宋抱夫理写抗日文学，激流10次40天。饱尝异族欺凌，老园丁一篇和平宣言，立岛一趟12年，享受祖国温馨。惊死的约翰，有人讲你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伫旧约的记载是一个加利亚风上天，伫马拉基的记载讲上帝伫末日的审判，以利亚要过来。所以犹太人咧过搬过一个时，会留一个空位，等待以利亚过来。有人讲你是亚利米，照犹太人的传说，亚利米伫以色列人受掠时，将圣殿的约柜去甲伊藏伫尼泊山的一个山洞。要等弥赛亚来的时，亚利米会阁将上帝约柜摕上来。当然，这拢毋是重点，重点是彼得的信仰告别，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
总是咱咧读这段圣经16章21节开始，对迄时开始，耶稣较指示伊的学生，讲伊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受死，第3日复活。咱咧看圣经，看伊的学生来军队，伊是有期待的，是期待耶稣的国临到的时，要坐正平，要坐倒平的。咱今仔来军队，耶稣是有期待的。咱期待耶稣照咱的想法，甲咱成全的。所以你看16章22节了，彼得听了就生气，甚至责备耶稣讲：“主啊，千万唔通！这毋是我的期待，这毋是我军队耶稣的目的。”所以耶稣就甲学生上一课真要紧的人生的哲学。人若要对我，就看无家己。拿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救家己性命要失落伊，总是为主来失落性命要得到伊。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利益啊？咱你看16章以前，雅各、约翰来求耶稣的国荣光临到的时，要来坐正平倒平。咱看彼得，迄个主动耶稣去背十字架的门徒，总是16章以后，迄个门徒的心理状态，值得咱来研究。迄个以前军队主的热诚，会因为迄个期待的无去，单消退袂。迄个以前军队主的志向，因为无照我的期待，会挫折袂。以前坐正平甲坐倒平，迄个成功的梦想，因为无法度照我的期待，会破碎了。这个时阵真需要一个人生哲学的中建，迄个信仰告别了后，咱就要中建咱的信仰的人生的哲学，迄个十字架的神学，成做咱中建的人生的这个哲学。其实坦白甲咱讲，包括我家己。我若做真深的信仰的反省，以前我对信仰的看法，传福音的志向，为主热心的梦想，其实兼在稳重坐家己的野心，家己的正平，家己的倒平，咱就要来进行一个人生哲学的中建。所以17章就真有意思。因为17章煞接耶稣伫山上改变形状，就是咱告别耶稣是主了后，咱就要进行一个改变形状的人生的哲学。强的无一定赢，弱的无一定输，好人的无一定损失，甲人体的无一定是得到。成功不一定是幸福，失败嘛不一定是结束。我常常咧想，咱的人生敢毋是两个旅程？一个旅程叫做 enlighten， 就是启蒙。是安怎我做一个人？是安怎我是黑人？是安怎我是女性？我做人的价值是甚物货？波士顿大学有一个真出名黑人名官领袖，即个马丁·路瑟·金，伊伫大学留一句话真水。伊讲：你会当笑我戆无要紧，我认真读册吸收知识，互我会当进步。你会当笑我散无要紧，我认真工作增加我的收入，改善我的生活。总是你袂使笑我黑，因为我生落来就是黑。所以讲 ，black is beautiful， 黑是水，黑是水。我咧看一个笑话，讲有一个白人的议员吼，去黑人区竞选，伊是白人嘛，来到黑人区，看到下底拢黑人，当袂晓讲话，讲各位兄弟姊妹，虽然我的皮肤是白，毋过我的心甲恁同款是黑的。咱就要有迄个启蒙的路程，明白咱做人的意义。无论是女性，无论是黑人，无论是啥物款的人。佮第二个，我常常咧相信是调性。
什么会是咱的终极的关怀 ？Ultimate concern， 无袂使。若是这个信仰是咱无袂使终极的理想，咱来强调伫这个终极的理想来做改变形状的人生的哲学。迄条路正做咱的雕成的路，就是会当甲永恒理想的人做伙生活的人，较会当扩展伊生命的广度甲深度，较会当跨越性别限制、种族的限制。来扩展伊个生命的广度甲深度。我以前伫高雄一个教会牧会，有一个慕道友来教会，因为伊做生意失败，家庭也真有问题，所以阮的会友招伊来教会，大家甲伊关心。来3个月了后，有一天敲电话互我，伊讲：“王牧师，我后礼拜要来啊。”我就感觉奇怪，讲是安尼较无要来，我就甲伊问，伊讲我就来3个月啊，我的问题也无解决，生理也无较好，家庭也无改善，后礼拜无爱来，我就想讲，甲伊讲了，讲无安尼啦，咱甲人做朋友，若无要来，嘛爱讲再见对无？无你甲上帝讲再见啦，我请伊伫电话中祈祷，哇，伊真正祈祷呢。记着上帝啊，我落来遮也无啥物改善，我的家庭也无啥物改变，所以我后礼拜无爱来。总是尾一句祈祷，互我真感动。伊讲以后若有人有问题来教会，毋通亲像我安尼。改变，我相信咱在座有真侪人带着家己的期待来做基督徒。咱爱进行一个永恒价值人生哲学的改变，迄个十字架真做有意义，咱的终极的关怀。我咧看这个美国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伫这个南北战争的时，伊的祈祷真有意思，因为每一遍战争伊拢祈祷，所以伊的部下问讲：我将军，你每遍去战争拢祈祷上帝，互你拍赢。总是你的对手嘛是基督徒啊，伊嘛祈祷上帝互伊拍赢，安尼上帝要互你啥物人拍赢？伊讲一句话真诶，伊讲我毋是祈祷上帝来徛我这边，我是祈祷我去徛伫上帝公义迄边。咱就爱改变形状，改变咱的人生的这个哲学。路加福音甲咱讲耶稣伫山上变貌，这个改变形状，是甲摩西、甲以利亚伫遐咧谈论。咱知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讲迄个谈论的主题是死亡、十字架的受苦。这就是十字架的神学，嘛是咱的信仰告别。咱的主是国外的主，就是伫迄个十字架顶的疼，较会当成全律法，较会当成全先知的假释，就是这个山上的变貌，这个改变的形状，伫迄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疼的内底，互野心变做听心，灰心变做信心，对得到教义分享，成做咱的人生的哲学甲终极的关怀。只有疼，十字架顶的疼，较会当成全律法甲先知的假释。咱伫这个世间无啥物了不起，这个世间就是疼，就是疼家己，只要无去妨害别人就好。总是耶稣的疼，这个疼，毋仅是疼家己，咱就要甚至甲家己的自私、骄傲斗争，这叫做信仰的张力。甲你的自私斗争，甲你的骄傲斗争，你就要伫律法的中间，互迄个疼去成全。就是律法，互咱知影咱毋对，总是律法无互咱会当改变的气力，就是耶稣的恩典伫疼的内底，咱较会当成全迄个律法，咱较会当无掠家己做中心，迄个疼会当甲家己的自我斗争。改变家己，
信仰的张力。总是还佫无够，就是因为这个痛，毋领是甲家己的自私、甲家己的骄傲斗争，这个痛会当成做一个活力、信仰的活力，去疼比你佫较需要的人，佫不求回报，不求回报。我咧读19世纪的一个比利时的神父 Damon， 到伫夏威夷一个小岛马洛卡，伫遐关心麻风病人，伫遐帮助麻风病人。10年以后，伊家己得到麻风病。迄天的早祷非常的感动人，伊讲以前拢称呼恁兄弟姊妹，今仔日开始真正做恁的兄弟姊妹。听会当听到安尼。咱咧看迄个白宝珠伫罗德会的宣教师伫平湖关心麻风病人50年，到伊破病时，甚至家己无健保卡。咱咧看伫东部咧帮助遐原住民的遐天主教的神父，奉献因的性命，这就是疼，毋到法度成全神知的公义，关心弱势团体，甲因三角地带。正做咱的人生的哲学，咱的终极的关怀。我伫遐互咱知影初代教会下遮的门徒，彼得64年伫罗马宣教，倒定12架；雅各44年伫耶路撒冷去用斩头；约翰96年伫以弗所，互人用油甲伊烫死；安德烈69年伫希腊去用钉12架；腓力60年伫土耳其去用吊死；巴多罗买68年伫阿美尼亚去用钉12架；马太伫70年伫伊索比亚去用毒死；多马82年伫印度去互人分尸；小雅各伫54年伫耶路撒冷去用石头钉死；奋锐党的西门61年伫伊朗去用钉12架；保罗伫64年伫罗马去用斩头；巴拿巴伫61年伫基比罗去用人用石头甲伊钉死；马可68年伫埃及的亚历山大去用抬死；罗加91年伫罗马去用吊死；提摩太90年伫以弗所去互人斩头。这就是咱的初代教会的12架，来成就咱今仔日会当济工满满的双联教会，也是台南神学院的这个神学教育。我伫神学院服务，常常咧问家己，神学教育的价值是甚么？神学教育咱要培养的目者是甚么货？这几年，阮有做一个真深的这个思考，阮有要改变形状的这个神学教育。因为每一遍毕业典礼，毕业生坐伫台下骹，咱所请来讲道的就是总会的议长，啊无就董事长，啊无就啥物长。因伫台下咧看，有一天我要去做总会议长，啊，有一天我要去做董事长，有一天我要去做啥？咱就要改变形状。咱今年开始要请伫教会、伫庄脚的所在、伫无人要去的所在，伫遐好好咧牧会的牧者，30年、40年的牧者来做毕业讲道的这个讲道者，正做学习的典范。我若毕业了后，带着我内心感情上深的迄个热情，到伫上需要的所在来写我传道的故事。咱来进行一个改变形状的神学教育，就是这款的神学教育，值得你关心奉献。咱来改变，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改变，咱的人生的哲学。我咧讲吴文牧师，阮真尊敬的一个牧者，伫80年代国民党压迫台湾的民主的运动的时，伊真勇敢保护施明德先生。当迄电视咧报讲，你若甲伊报吼，你会当甲政府领200万的。吴牧师讲，施明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伊真惊吓，伫迄个区伫遐，安尼非常的惊吓。吴牧师就将伊的手牵咧，伊讲：我的信仰，我的上帝赢过200万。
这就是一个改变形状的这个神学教育。我咧读这个钟羲克所写宗教的解说，我感觉伊的看法真好。伊安尼讲，伊讲咱得爱通过别人对因家己信仰的热诚，来深化咱家己对家己信仰的威信。这就是咱伫这个台湾和恁多元的宗教的中间，咱得爱去做思考的这个信仰的威信。咱知影最近慈济的问题真严重，咱得爱得到教示，咱得爱得到警醒，也得爱对别人对伊的宗教和恁热诚，互咱家己会当对咱的信仰更较威信。这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咱要告别耶稣是主。最后我咧想，这个信仰告别嘛真有意思。有人讲你是加色的约翰，有人讲你是以利亚、耶利米亚是先知的一位。我咧看今仔日的台湾教会，我想济济拢伫这个赞助咧无用，有的教会咧无用灵魂运动，有的教会咧无用敬拜赞美，有的教会咧无用小组的成长。所袂记上要紧的是耶稣是主，迄个彼得的信仰告别耶稣是主。特别咱将来有可能会对到大中国的威胁，你要安怎告别耶稣是主？咱会当正做台湾基督教教会上大意义，就是咱有台湾，阁有耶稣。今仔真侪基督徒真热心，真有奉献的心志，总是无拄有台湾。今仔有真侪人关心台湾，甚至为台湾的民主奉献牺牲，无拄有耶稣。咱就是正做台湾基督教教会一份子，咱要见证，咱有台湾，咱阁有耶稣，咱要伫遮来改变咱的形状，改变咱的信仰，改变咱的人生哲学，来告别耶稣是主。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满心感谢你极大的恩典，互相连教会会当成做马其顿的教会，通过因的奉献关心来帮助，毋仅是伫台湾，甚至普世的宣教，也帮助神学教育来起造耶稣是主这款的人生的价值。愿阮兄弟姊妹所奉献的钱，真做意义，对台南新人院的关心真做意义，也因为安尼，互阮所做的，通过个别耶稣之主来荣光上帝的圣名，三个做伙来起造上帝国伫台湾，互阮的教会真做有台湾，阁有耶稣的教会。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请咱起立来吟诗回应上帝听。圣诗307首美调，圣诗307首美调。Amso
续请王院长接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亲像父母极大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相连教会众兄弟姊妹三角地底，也个别耶稣是主，到永永远远，阿免。请坐，灭掉社温，共受差遣。